咱台灣即馬已經是超高齡社會啊。根據統計，台灣的老人呢有470萬人，其中超過70萬人呢是獨居的狀態。行政院會在今日決定，對今年開始到明年要投入62億5千萬，擴大推動獨居老人服務。除了今年要完成全台灣75歲以上獨居老人的查訪，擴大補助700名視大安緊急救援系統，也新增加送餐的服務，也會分級來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小借問，甚至是陪伴就醫。今年幾歲了？我18歲了。看里長來送物資，甲大家有講有笑。已經80多歲獨居長者陳女士伊講，雖然一個人生活，不過真感謝有表小弟到送餐，也有里長真接來關心。共阮住佇附近90多歲江信士，雖然有申請社工協助，不過伊嘛講伊家己身體真好。無講有啥看醫生，無啥咧看醫生，身體夠真健康啊。做體操，去外口做接出來。咱國佇舊年底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，到今年2月，老人的人口有470多萬人，其中超過70萬人獨居生活。為了強化關懷服務甲風險的預防，行政院19決定，今年、明年2年要投入62.5億，強化獨居老人一體化服務。在他這個還沒有進入到失能的時候，我們透過相關的訪查，未來能夠連接到後端的這個長照服務體系。主要要以上擴大加上新增的目標，佇2年內完成全台灣獨居老人實地訪查。今年優先完成75歲以上，賣加緊急救援裝置的補助對象擴大到一般戶。另外新增加送餐服務，透過親身交付甲現場確認，個即時回報，依照長者的需求提供訪視電話問候、生活協助，也是就醫陪伴。跟民政單位來合作，預計2年內我們能夠去訪視，包括我們目前推估大約70萬獨居的長輩。那另外對於送餐跟關懷的這樣的一個服務體系，我們也預估在這個計劃的執行下來，可以擴大到35萬人。不是所有獨居老人都需要送餐，他若有能力走出來，我們更要鼓勵他，應該是有機制來引導我們高齡者要學會健康自主管理，學會怎麼做生活設計，並不是所有獨居老人就一下子落入貧窮，讓人家照顧。老人福利推動聯名個性名應該用孤單來解決孤單，讓有能力的長輩會當去幫助無法度行出門的長輩。只是擴大訪視，原來讓地方的煩惱欠缺人力配套，安尼會讓基層體系崩壞，地方執行會更加困難。對這代志有效部回應。後續關懷會由社區據點人力協助，避免加重社工的負擔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